谁？大哥，大哥，哎，醒醒！大哥，哎，干嘛？哎，你知道我今天看见谁了吗？我看见2个黑衣人，就是当年拦着我不让我见秦明那2个。你没抽他们2个？我特别想抽他，我特别想抽死他们。可是你知道谁在旁边吗？谁？明明，我的秦兵在旁边呢，我看见我的秦兵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呀，我骗你干嘛呀？真的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啊？反正见是见着了，联系也联系上了，以后不知道，顺其自然吧。哎，是不是兄弟？是。那你给点反应好不好？我看着秦兵了呀，秦兵，你不高兴吗？我不是因为你见到秦兵不高兴。那你想不想知道我还看见谁了？你现在就算跟我说你见到上帝了，我也不感兴趣，我也不想听。我现在只想睡觉，明天早上早班，你是不是？好，我走，我走，那我走了啊。哎，祝你和秦兵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，永远幸福下去。收了。啊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我看见孟妮了。谁？孟妮儿。送给你的。你当我是宠物吗？天天让那2个保镖跟着我，你到现在还不放心我？我再问你一遍，这个礼物你到底要不要？别拿那破礼物来糊弄我。你要真想送我点什么，你也给我投资。别人让你投你就投，我还真就不明白了，你还是不是当年对我好那个江天威？我用礼物表达我的感情，没有错吧？用那种没有意义的投资来表达我自己的情感，我觉得是对你的不尊重，也是对我的不尊重。你让我怎么给你投资啊？3年里，我让你去学习，你说累；我让你出国进修，你说语言不通。我也很好奇，你还是当年辞了职跟我出国的那个秦兵吗？讽刺我是吧？我没有讽刺的意思。我求你给我投资，你不投；别人说2句话你就给投。你要是真觉得别人好，你找去。秦兵啊，孟妮是你最好的朋友，你不要把什么事情都想得那么肮脏不堪。我坐长途飞机累了，你也别无中生有了。罗密欧啊，罗密欧，为什么你偏偏是罗密欧呢？我已经把我的爱给了你了。看看想吃什么点什么。二哥，你先看着，我去个洗手间。
老大，是不是现场出什么事儿了？什么？你去找孟妮儿？老大，你太帅了！我们吃饭呢？哎呦，你放心好了，我肯定给你拖住他，拖了他久久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买鲜花去，不要空手去啊！加油！耶！哎，二哥，你怎么过来了？菜点好了吗？关海，这同样都是哥们儿，待遇也差得太多了吧？啊？什么？不是二哥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怎么听不懂？这样啊，我这忽然间就不饿了，咱们去看梦妮演出。谢谢，你今天演的特别好。谢谢。今天演出非常成功，祝贺你。谢谢，加油！来，大家来一下。今天啊，我们大家都表现特别不错，继续保持。我们还有3场，善始善终，一起加油，不准泄气啊！晚上我请大家吃夜宵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来，继续工作吧。你越来越胖了，恭喜！谢谢。花真香，谢谢你的花。谁听过分手的歌，许下过的承诺，懂得迁就我，人潮再多已携手过太多，谁想的故事结果，却走散了你我，曾经清楚着